又係一個熱鬧嘅冬天啦，咁上一個賽季講緊就係因為曼城夏天偷咗懶，只係從住 Rona 揾嚟咗沙菲奧返嚟，咁又撞正球員年紀大，傷兵潮沒完沒了，咁所以冬季轉會窗就係打破慣例，竟然係要豪使2億大手買人，一口氣就簽入咗古新諾夫、域陀維爾斯、Marmoush 同埋 Nico Gonzalez， 咁就係嚟到去幫手救忙，幫曼城補翻個前4歐聯席位啦。咁好啦，本來以為嚟到對上一個夏天，曼城就都已經吸收咗教訓，喺轉會市場上邊係活躍翻，而新任足球總監 Hugo Viana 上任，亦都唔同你曼城慳錢嘅，又先即刻使翻2億買人啦。咁就係買咗艾洛利、雷恩達斯、Sharky、當拿龍馬、James Trafford、貝天尼尼同埋尼潘。咁都本來咧就都諗住唔買，咁就都買咗咁多人啦。嚟到今個2026年嘅冬天，曼城總該係要停手啦啩。咁點知呢？原來仲係未肯完結啊吓。咁因為今個冬窗，曼城繼續係主動出擊，1月再使1億，咁就係分別從本尼茅夫揾嚟咗斯曼尤，同埋從水晶宮簽入咗英格蘭國腳嘅基爾，咁就都未夠嘅，因為曼城仲要係從屈福特召回咗自己外借出去嘅艾利恩，咁所以向來冬季淡靜都冇乜新聞嘅曼城，就已經係連續2個冬季轉會窗都一反常態，買完又買，買極都未肯停手啊！咁好啦，所以如果你睇返，自從上年嘅冬窗開始嚟到今時今日，其實曼城單係買返嚟嘅新兵就都多到係足夠自己砌一隊波有突，而坦白講呢隊波砌出嚟本身亦都係完全唔失禮。咁所以呢，就算點重建都好，3個轉會窗買咗成隊波返嚟，我諗就咩重建都應該係可以叫做告一段落啦啩。咁但係原來而家睇落就並唔係咁樣啦吓，因為冬窗未完結之前就都已經有新聞講緊，曼城已經係睇緊中場，睇緊右閘。咁中場嘅話，諾定咸森林嘅安達臣就會係頭號目標啦。咁但係最新嘅變卦就係講緊曼城隨時係同阿仙奴一樣，可能會係有意想去簽紐卡素嘅東拿利。咁本身東拿利嘅傳聞呢，就都冇話太過叫人在意。咁但係踢完聯賽杯4強之後，哥迪奧拿呢竟然係走去捉住咗東拿利傾足2分鐘偈。咁佢哋實質講咗啲咩就留翻自行猜想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暫時睇嚟，曼城夏天會補一個身體質素好、踢到6號同埋8號嘅中場，似乎就都係勢在必行嘅事啦。因為呢個就都係曼城現時隊內最缺乏嘅一個元素。而右閘方面嘅話，紐卡素嘅利華文圖繼續係傳唔停，然之後飛燕諾嘅19歲右閘列特亦都會係曼城嘅考慮人選。咁而冷門啲嘅話，賓福特嘅手榴彈人卡約迪呢，似乎亦都係有機會啊吓。咁但係右閘嘅話，而家曼城紐尼斯就踢得好地地啦，咁所以預期就都係想要補強翻個後備深度嘅一個位置，多於係想要買正選。所以總括而言啦，而家經歷咗3個轉會窗落嚟，曼城除咗8號位同埋一個後備右閘，其餘成個陣容呢，就都已經係好完整噶啦。嗱，咁講下又唔知點解扯到好遠啦。今日明明就係想講翻1月轉會窗，但係搞下就變咗講下一個夏天嘅事。咁所以呢，就都即刻先翻嚟個主題先啦。咁就都要檢討一下今個冬天曼城到底係發生什麼事啊？咁詳細就唔逐個讀啦。比較重要嘅人員變動呢，就都已經係擺晒喺畫面，咁就大家自己睇翻啦。嗱，咁有關曼城今個轉會窗，你問我呢，我向來就唔中意浪費大家時間嘅，講嘢就都係中意直接從結論講起，咁所以如果從結論而言，今個轉會窗我自己嘅話呢，就都真係覺得冇乜可以挑剔嘅一個轉會窗嚟噶啦。你話美中不足有冇？當然有啦，即係最後冇簽到中場，可能就都會有啲失望嘅。咁但係呢一個呢，亦都要考慮翻本身目標人選係可唔可以冬窗離隊先啦。咁所以就都唔係全部嘢都在於曼城自己控制之內。而另一個少少嘅挑剔位呢，就會係斯曼尤個轉會時機啦。即係如果可以1月1
號即刻完成轉會，曼城聯賽方面可能就會多幾分啦。咁但係呢啲亦都要考慮翻同班尼茅夫個長遠關係嘅問題啦。做生意有時就唔係做完今次就算噶嘛，咁所以呢個就都會係少少嘅瑕疵啦，但係亦都冇辦法啦。嗱，咁你話除此以外呢，其餘大部分嘅操作，我就都會覺得係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咁所以剩低嘅時間就每個交易都簡單講下啦，咁就先從買入呢開始講起啦。嗱，曼城簽斯曼尤當然就簽得好啦。暫時我呢一個時間點，佢踢咗7場曼城呢，就已經係有4入球1助攻，咁穩定咁持續嘅輸出，即插即用，左中右都踢過晒，仲要係6000萬多少少，有買斷條款冇煩惱，俾錢就解決到晒所有問題。你話真係仲有咩可以挑剔呢？咁因為曼城前場一路都講最缺乏就係入球啊嘛，沙維奧唔識入波，道古助攻雖然好啦，咁但係自己入就都係爭少少，咁又撞正夏蘭特夫等同時入球方，斯曼尤呢就真係及時雨嚟嘅，咁所以呢一簽呢就一定係靚簽啦。嗱，咁然之後你話今個冬窗第二個重點收購即係基爾，到底係一早部署好，定還是係因為加華迪奧修列 Ruben Dias 又傷咗1個月，所以臨時拍板嘅決定都好啦。咁但係呢一簽亦都係同斯曼尤一樣，又係非常靚嘅一簽，2000萬英鎊啊！大佬，英格蘭國腳25歲啊，咁即係都唔使諗話係咪本身自由身免費，而家俾高咗錢，俾高咗人工，因為你自己望下簽唔走基爾嘅利物浦係要去用6000萬走去同雷恩買呢個積基特啊，仲要係等到半季先可以拎翻嚟用，咁所以2000萬簽到基爾仲想點呢？英超經驗十足，擊敗過曼城，贏過足總杯冠軍啊！你要記住，咁然之後同斯曼尤亦都係一樣即插即用嘅，完全咁即係我成日都話啦，衡量後衛嘅標準好簡單，冇人提起佢嘅，多數就都係一個好嘅後衛嚟嘅。咁你自己望下，除咗蘇蘭基從後踢佢逼佢烏龍嗰一腳啦，啲人有冇點樣特別提起過基爾啊？冇，咪即係冇乜犯錯咯。咁一個後衛冇乜犯錯，就已經係最重要嘅一件事啦，係咪？咁所以啦，曼城今個冬窗最主力嘅2個收購呢，都係非常非常成功嘅，必須要講。嗱，咁好啦，喺再講落去之前呢，就都必須要先打一打斷，咁就係我覺得都好有必要喺呢一度先指出翻斯曼尤同埋基爾兩單交易嘅一啲共通點，咁就都係等大家更好理解而家 Hugo Viana 係諗緊啲乜嘢嘅。其實啦，你睇翻斯曼尤同埋基爾兩個球員相似嘅位呢，就都好多嘅。而第一啦，咁就係大家都係計 homegrown 嘅名額啦，基爾就直接英籍添啦，咁而斯曼尤呢，就因為後生踢布里斯托城咧出身嘅，咁所以就會係計 homegrown。咁而家一次過簽入2個 homegrown 呢，就都會係解決晒曼城短期內 homegrown 名額嘅問題啦。所以然之後啦，第二啦，咁就係你睇翻無論斯曼尤定係基爾，大家本身呢亦都係踢緊英超嘅球會，呢啲英超嘅經驗，相信對於 Hugo Viana 呢都係好重要啊。因為你睇翻夏天嘅艾洛利其實都係英超兵嚟嘅，咁所以好明顯呢，佢係有一個取態，係會想喺英超入邊執貨。而呢種做法 work 唔 work 呢？咁你望下從來轉會玩到一鑊粥嘅曼聯就都會知㗎啦。啲轉會點都搞唔掂嘅時候，走去英超掃貨呢，又俾佢買得中。咁所以就都可以預期曼城嚟緊夏天呢係會簽更加多嘅英超兵啦。嗱，咁然之後啦，翻去球員本身啊，你望到曼城呢，就都開始唔係玩技術型，開始重視翻身體質素啦。而位置靈活性同埋左右腳嘅問題，亦都係變得越嚟越重要。因為你望翻基爾就係一個踢左中堅嘅右腳仔，咁其實即係你需要佢左右就都踢到啦。然之後斯曼尤嘅話呢，就更加係左右腳都冇問題啦。咁如果你連結翻落去夏天翻嚟嘅 Sharky， 其實亦都係冇 weak foot 㗎。咁你慢慢睇下，其實就都會見到 Hugo Viana 睇球員嘅準則大概係啲咩啦。咁而再之後翻去 Hugo Viana， 其實 Hugo Viana 呢都係一個好決斷做嘢唔拖拉嘅人。1月初即刻就簽斯曼尤翻嚟，有傷兵問題直接俾錢簽埋基爾，唔好咁多廢話。咁但係講到最決斷，當然就都係講緊召回艾利恩嘅一個決定啦。
嗱，咁係啦，當加華迪奧知道係大傷之後，Hugo Viana 除咗話已經係計緊數簽基爾之外，另一個應變措施就係諗都唔諗，即時召回去做屈福特嘅艾利恩。咁而艾利恩嘅話呢，亦都係有踢過2場好波，例如就係對住雅色特，同埋尤其就係首回合聯賽杯踢紐卡素一場好關鍵嘅賽事呢，就都係好有貢獻啦。咁雖然你話長遠佢喺曼城有冇未來就都難講啊，我自己呢，其實就係傾向悲觀添嘅。因為咧，即係曼城雖然係喺好多個外借走咗嘅中堅入邊，淨係 call 佢翻嚟，好似好睇重佢咁。但係你知我知，亞簡治就冇回頭噶啦。域陀維爾斯係重點培育，順便幫住 Rona 護級，係唔想打斷佢嘅發展先唔召回佢。咁所以你最多話佢喺曼城心目中係排得前過咩祖馬巴嘅啫。咁但係你見而家哥迪奧拿睇完佢踢曼聯呢，就都唔敢再亂咁用嘅時候，你就都會知道艾利恩隨時就都係變犧牲品啦。救完2場波之後，就都係坐多個踢，而原季呢亦都係大機會重新再一次被外借離開。咁但係你話球員本身潛力就都係有啦，問題就都係要時間咯。咁同埋呢，信心亦都係好重要，所以你話單從救亡嘅角度揾翻嚟頂住個杯賽而言，Hugo Viana 今次當然係做到嘢啦。咁但係講緊長遠，你見佢都係要買基爾，曼城中堅人數爆棚嘅時候，艾利恩就只係一個臨時方案多於一切啦。咁但係啦，亦都無可否認 Hugo Viana 做事手法呢，就都係同以前碧格列斯坦好唔同。咁不過你話 Hugo Viana 係咪真係咁完美嘅一個足球總監？佢有冇咩失算？咁佢就當然都係有啦。例如當初逼唔到艾捷維尼去住 Rona， 就係搞到佢蹉跎咗半個賽季，到頭來呢，就係要從你話古信叫翻嚟，重新借去住 Rona 啦。咁不過講到尾啦，呢個就都係艾捷維尼嘅 agent 嘅責任大於一切。唔聽球會意見，好多時就都未必有太多好結果啊！嚇，咁之後除咗艾捷維尼之外，Hugo Viana 另一個失敗嘅外借呢，就係呢個借咗去米杜士普嘅尼潘啦。咁亦都係因為上陣時數不足啦，咁所以叫咗翻嚟，咁就會係跟住曼城一隊踢波。但係暫時呢，未睇到佢有冇上場機會。但係無論係艾捷維尼好，尼潘都好，都係曼城使過千萬買翻嚟嘅重點培育對象。咁所以佢哋發展唔順呢，就都會係打擊嚟㗎。你問我？嗱，咁好啦，講曼城買咩人呢？就越講越耐啦，咁所以都好快講埋今個冬天呢，有咩人離隊啦。咁直接賣斷嘅 Oscar Bob 2700萬去富咸，外加20% 轉售條款，咁都算係咁噶啦。咁多傷嘅一個球員賣得走都算係咁噶啦。而今次再冇加回購，而且肯賣人，咁就唔知係咪曼城終於放低咗 Cole Palmer 單嘢，冇咁耿耿於懷啦。咁跟住另外嘅離隊名字就仲有冇乜人記起佢嘅奧迪加啦。咁當年免簽過嚟，而家50萬走人，過咗去森林就都一定唔係蝕錢先啦。咁而奧迪加喺曼城亦都係有好多重要嘅畫面啦，尤其呢就係3冠嗰一季，即係贏到3個冠軍，至少足總杯就都一定係奧迪加有份贏翻嚟先啦。而其實嗰季艾特臣就都多傷嘅，咁所以啦就都祝福佢，希望佢一路順利啦。而今個夏天呢，買斷就大概係咁啦。外借嘅話呢，除咗頭先講過嘅艾捷維尼之外，而家穆卡沙就外借咗去李斯特城修練，咁而麥富尼就頂咗艾利恩呢，被外借去屈福特嘅，而又係另一個俾人遺忘咗嘅 Calvin Phillips 呢，就終於傷完啦，咁就係外借錫菲聯。所以啦，你都睇到好多人係借咗去英冠啦，咁英冠就都會係身體碰撞勁啲嘅聯賽啦，咁就即管睇下 Hugo Viana 會唔會都係有心放啲人落去，盡早適應翻啲碰撞比較多嘅足球風格啦。嗱，咁係啦，好快咧就簡短講完曼城今個冬窗嘅買入同埋賣出啦。最後咧結束之前就都提提大家，現時隊入邊呢堆球員個合約咧就都係將近到期嘅。嗱，咁所以除咗話諗買咩人賣咩人咧，就都可以諗埋留咩人嘅問題啦。咁26年過期嘅 John Stones 同埋 Bernardo 咧就未必續約啦，而27年到期嘅 Foden 就一定有新約啦，係咪？洛迪咧就應該都會係想佢續約嘅，咁始終就幫曼城拎咗個金球獎，而艾基咧就似係
會賣走啦，高華石就難賣啲，隨時係要坐完張約嘅。嗱，咁數一數啦，你當夏天少兩個中堅、兩個中場左右，中堅就唔使補噶啦，已經好多啦。重點位置咧就都係片吹一路提住嘅中場啦，所以咁就係咁啦。咁好快交代完要講嘅嘢啦，咁我哋就好快下條片再見啦。暫時講住咁多先。最後亦都提醒翻大家，未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嘅記得 follow 翻啦。中意呢條片嘅歡迎你俾個 like 啦，或者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未 subscribe 我哋嘅觀眾記得 subscribe 翻。